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十分好書，一個結合 AI 工具嘅閱讀試身室，每日10分鐘，輕鬆揀出最啱你嘅好書。第一部分，引入同核心迷思。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呢本書叫做史丹佛大學心理學講義人生順利嘅簡單法則。作者係史丹佛大學極之受歡迎嘅心理學教授海利麥高尼格。佢喺大學入邊教嘅兩門課，一門講意志力，一門講壓力，堂堂都爆滿，甚至改變咗無數學生嘅人生。喺未正式講呢本書之前，我想請大家誠實咁面對一下自己。你覺唔覺得我哋由細到大都俾人灌輸緊一種好嚴苛嘅成功學？我哋以為一個人之所以成功，人生之所以順利，係因為佢哋擁有鋼鐵一般嘅意志力，可以完美控制自己嘅慾望。同時，我哋又會覺得一個成功嘅人係應該可以避開所有壓力，過住一種輕鬆無憂嘅生活。基於呢一種迷思，當我哋定咗個減肥計劃，但係又忍唔住食咗件蛋糕；當我哋話要早瞓，但係又借手機着到凌晨3點，我哋第一時間就會瘋狂怪責自己。我哋會覺得自己好冇用，覺得自己冇自制力，甚至懷疑自己份人根本就係一事無成。同一時間，當我哋面對工作或者生活帶嚟嘅巨大壓力，搞到心跳加速、晚晚失眠嘅時候，我哋又會覺得壓力係一隻魔鬼，覺得自己嘅身體同精神就快被壓力摧毀。但係作者喺呢本書入邊用咗大量嘅科學實驗同埋心理學研究，毫不留情咁打破咗我哋呢兩個根深蒂固嘅迷思。佢話俾我哋知，意志力根本唔係一種道德品質，而壓力亦都唔係我哋嘅敵人。如果你一直以嚟都覺得生活得好低，好大挫敗感，好可能只係因為你一直用錯咗方法去對待你嘅大腦同埋身體。第二部分，方法同執行步驟。既然過去嘅觀念係錯㗎，咁我哋應該點樣重新認識自己呢？作者喺書入邊提出咗幾個極之顛覆常識嘅科學觀點，等我哋可以一步步咁揾翻掌控人生嘅方法。首先，第一個重點，我哋要重新認識咩叫做意志力。心理學界有一個好出名嘅實驗，叫做蘿蔔與朱古力實驗。研究人員將一班肚餓嘅學生分做兩組，放喺一個充滿朱古力香味嘅房入邊。第一組學生可以隨便食台面嘅朱古力，但係第二組學生就只准食苦澀嘅生蘿蔔，要強行忍住唔食朱古力。之後，研究人員要求兩組學生去解一條根本冇可能解得開嘅數學題。結果發現，食朱古力嗰組平均堅持咗20分鐘先放棄，但係食蘿蔔要忍口嗰組只係堅持咗8分鐘就投降。呢個實驗證明咗一樣好重要嘅生理機制，原來意志力就好似我哋身體嘅肌肉一樣，係會消耗，係會疲勞嘅。當你喺辦公室用盡所有意志力去應付一個難頂嘅老闆，或者用盡心機去處理一份好複雜嘅文件，你大腦入邊嘅意志力資源就已經消耗得七七八八。所以當你夜晚返到屋企，見到包薯片或者見到張梳化，你根本就冇剩餘嘅能量去抵抗誘惑。作者話俾我哋知，真正有效嘅執行步驟唔係去死頂，唔係盲目要求自己無時無刻都保持自律。相反，你要將最需要意志力嘅重要任務放喺每日朝早，即係意志力最充足嘅時候去做。同時，你要為自己創造一個減少誘惑嘅環境。例如，你想減肥，最聰明嘅做法唔係買包零食擺喺台面，然後考驗自己嘅定力，而係根本唔好買零食返屋企，唔好同大腦嘅本能對抗，而係要識得避開消耗意志力嘅陷阱。
跟住落嚟，作者講到第二個超級實用而且非常反直覺嘅概念，就係點樣面對失敗。好多人以為當自己做錯事或者破戒嗰陣，對自己越嚴厲，下次就會做得越好。但係心理學入邊有一個現象叫做管佢嘅效應，即係話當一個正喺節食嘅人唔小心食咗一啖雪糕，佢個腦會產生極大嘅罪惡感同埋焦慮。而人類大腦面對焦慮嘅自然反應就係去尋求安慰。大腦會你不如食埋剩低嗰半桶雪糕啦，食甜嘢會開心啲。反正個減肥計劃都已經破壞咗，管佢的，聽日先算啦。結果就係過度嘅自責反而會引發更加嚴重嘅失控。要打破呢一個惡性循環，作者俾我哋嘅解藥竟然係自我寬恕。研究發現，當一個人喺失敗之後，願意對自己展現出慈悲，同自己講一句，其實每個人都有軟弱嘅時候，今次做得唔好唔緊要，下次再努力。呢一種寬恕嘅態度，反而會大大降低大腦嘅壓力荷爾蒙，令你更快咁重新振作，回到正軌。所以下次當你又拖延或者又做唔到計劃中嘅事，請你停止喺心入邊鬧自己係廢物，將自己當成係一個你最好嘅朋友，用溫柔同體諒嘅語氣去鼓勵自己，呢一個先至係培養持久意志力嘅最強武器。第三個重點，亦都係呢本書最震撼嘅部分，就係我哋應該點樣看待壓力。美國做過一個長達8年、追蹤咗3萬人嘅大型健康研究。研究人員發現，承受極大壓力嘅人，死亡風險的確會增加43%。但係最得人驚嘅發現喺後面，呢個死亡率上升嘅現象，只係發生喺嗰啲相信壓力對身體有害嘅人身上。對於嗰啲雖然承受住巨大壓力，但係心入邊認為壓力係一種動力，對身體無害嘅人，佢哋嘅死亡風險竟然係所有人之中最低嘅，甚至低過嗰啲生活完全冇壓力嘅人。呢一個發現徹底震驚咗科學界。原來真正殺死人嘅唔係壓力本身，而係我哋對壓力嘅負面看法。當我哋覺得壓力係威脅嗰陣，血管會收縮，心臟會受損。但係當我哋將壓力視為一種挑戰，視為身體正在為我哋提供能量去跨越難關嗰陣，身體就會啟動一種完全唔同嘅生理反應。大腦會分泌一種叫做催產素嘅荷爾蒙。大家可能聽過催產素叫做擁抱荷爾蒙，佢會令我哋變得更加勇敢，更加渴望同其他人建立聯繫。同時，催產素仲會保護我哋嘅心血管系統，幫心臟細胞修復損傷。即係話，只要你改變對壓力嘅心態，你嘅身體機制就會自動幫你將毒藥轉化為補藥。第三部分。高階應用同整合。當我哋明白咗意志力同埋壓力嘅真實生理運作之後，我哋就可以將呢一啲觀念升華，重新定義咩叫做一個順利嘅人生。好多人窮極一生去追求一個無風無浪、冇任何煩惱嘅烏托邦。但係作者提醒我哋，一個完全冇壓力嘅人生，其實係極度空虛同埋缺乏意義㗎。你試下諗下，人生入邊最令你感到驕傲、最令你覺得有價值嘅事情，係咪通常都伴隨住巨大嘅壓力？例如準備一場重要嘅考試，籌備自己嘅婚禮，迎接一個小生命嘅誕生，又或者係創業開一間屬於自己嘅公司。呢一啲充滿意義嘅時刻，無一例外，全部都係壓力嘅來源。其實即係話，壓力同埋意義係永遠綁埋一齊嘅雙胞胎。你唔可能只要意義而唔要壓力。當你喺工作上覺得透唔到氣，當你為咗屋企人嘅事情煩到失眠嘅時候，請你轉換一個視角。
呢啲焦慮同埋不安，正正反映緊呢一件事對你嚟講有幾咁重要。如果你根本唔在乎，你係唔會有壓力㗎。所以高階嘅生活智慧唔係教你點樣去逃避困難，而係教你點樣同困難共存。當你感覺到心跳加速、手心冒汗嘅時候，唔好驚。你要同自己講，呢個係我嘅身體正在準備好能量去應付呢一個對我好重要嘅挑戰。另外，面對壓力嗰陣，我哋仲要學識運用人類最原始嘅生存本能，叫做照顧同埋結伴反應。喺遠古時代，人類遇到危險嗰陣，除咗戰鬥或者逃跑，仲有一種反應就係互相靠近、互相保護。當你覺得自己就快頂唔順嘅時候，千祈唔好將自己孤立起嚟。主動去幫助身邊嘅人，或者勇敢咁向其他人求助。因為當你同其他人建立深刻連結嘅時候，大腦分泌嘅催產素會大幅增加。呢一種化學物質會直接抵消壓力帶嚟嘅恐懼感，令你重新揾到內心嘅平靜同力量。人生順利嘅法則，從來都唔係要求你變成一個刀槍不入嘅超人，而係容許自己脆弱，然後喺脆弱之中揾到同行嘅夥伴。第四部分，總結與結語。好啦，節目去到尾聲，我哋嚟總結一下今日史丹佛大學心理學講義《人生順利嘅簡單法則》呢本書嘅核心價值。全書最精華嘅一點就係我哋要放棄對完美自控力嘅盲目追求，重新同自己嘅大腦同身體和解。意志力係有限嘅，所以要將好鋼用喺刀刃上。面對失敗要識得自我寬恕，而面對壓力，我哋要將佢視為意義嘅橡子同埋成長嘅燃料。只要改變心態，你嘅生理反應就會跟住改變，為你提供源源不絕嘅能量。呢本書其實非常適合每一位對自己要求極高、經常因為達唔到目標而感到內疚嘅完美主義者去睇，又或者係你而家正處於人生嘅樽頸位，覺得生活壓力大到就快將你壓垮嘅朋友。呢本書絕對可以俾到你一個溫暖嘅擁抱，同時提供最科學嘅方法，幫你走出精神內耗嘅困境。至於今日我俾大家嘅一個立即可做嘅行動建議，就係下次當你感覺到壓力大到令你心跳加速或者呼吸急促嘅時候，請你合埋眼，深呼吸，然後喺心入邊默念一句說話，同自己講：我嘅身體而家正在幫助我，俾緊能量我去迎接呢個挑戰。試下將焦慮感重新定義為興奮感，你會發現你嘅表現會比想象中好得多。最後，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喺你目前嘅生活入邊，有邊一件事係帶俾你最大壓力，但係同時又係對你最有意義嘅呢？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同我分享。如果你中意呢條片，請俾個 like 同訂閱，亦都可以使用 Super Thanks 支持我哋繼續製作好內容。